中国继续在东突厥斯坦实行压迫政策，土耳其却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共同签署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与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缔结友好机场伙伴关系备忘录，正式缔结友好合作关系。根据备忘录，双方将建立互动联系，支持共享合作机制，组织双方员工轮岗培训，携手进行项目合作和联合营销推广。一个拥有数百万追随者的著名 YouTube 账户发布了一段有关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压迫政策的视频。Ruki Chand 是土耳其著名的 YouTuber， 他的频道最近关注了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处境。他说：“我认为土耳其媒体对维吾尔族人的关注不足，我想让土耳其人知道他们同胞的痛苦和压迫。”他还采访了几位前集中营幸存者。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升级，年轻示威者占领多个大学校园，并研发一批对抗警察的武器，数千枚汽油弹、砖块、弓箭和弹弓等。香港中文大学上周宛如战场，为了应对警察的催泪瓦斯和胡椒喷雾，示威者用砖头阻塞交通，并自制莫洛托夫鸡尾酒，也就是汽油弹。示威者要求自由选举，对示威者的警察暴力行为进行独立调查，并释放4000多名被拘留者。在伊朗反对汽油价格上涨的抗议活动中，据报道，将近1000人被拘留。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德黑兰、大不列士、马省哈德、阿瓦士、伊斯法罕、雅兹德、加尔曼等主要城市举行了1080次示威游行。在示威活动中，有100多家银行和50多家商店被纵火烧毁，安全部队拘留了大约1000名示威者。美国和韩国周日表示，两国将推迟即将到来的联合军事演习，以推动停滞不前的朝韩和平进程。此次军演名为联合飞行训练活动，美韩战机在过程中模拟空战情况。两国参加的战机数量未公开，我不认为这是让步，我认为这是善意举措，以促进和平。美国国防部长艾斯伯对记者表示，他在曼谷与韩国国防部长官郑景斗一道宣布这项决定。